发动轨道嘅建设同有限嘅气氛，一直路过上年，其中铁塔风情，韩国系轨道人喜悦，还会引起嘅人因之一。虽然发动铁路嘅20只火车站，20年来，但是系单纯嘅运输功能呢。不过其实也到三亚台发动中国之间嘅路火车站，做建筑项有东浦、泰里沙嘅特色，附近嘅总头韩国系有东浦特殊嘅风味。也多位路火车站系咪应该本意呢？韩国有法令呢，又有哪道问题需要来克服？来看车家林陈清伟嘅报道。动发，看我前头嘅天，又系高山，又系漂亮嘅风光。来到发动中国，不论马莎，心情应该都唔会难。尤其遇到好坐火车嘅人，对呢一条就爱天气化嘅铁路，肯定系十分介意。当然都有游客登港来欣赏佢。我觉得花东线漂亮的地方就是说，它介于在这个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这中间，然后它是一个纵谷地形，然后因为沿线大部分都是以务农为主，现在你西线大部分都已经都是楼房的比较多了啦，已经看不到山，看不到海，然后你沿线这样风景来说，花东线算是最美丽的一条线。就像做东东沿嘅路铁路人员讲，发动铁路到轨路设站，因为天然环境调整，总做得写到铁头米嘅木线，尤其从北偏向南偏，从发电站一路经过凤林、广福、玉里、富里呢啲下个大站之外，发电站境内从海橋、萬榮、東竹站，其實很難簡單好好品味，因為除了車頭歷史風情，軌路看唔會睇嘅天然面向。很難俾人感覺長到先見。兩輛列車通過熱推交匯過後，繼續登入南來北往人物，呢位係萬榮站。一隻是風信茶花有東浦9分名上嘅地方，記到差唔多100年前實戰嘅時節。因為順頭0.3林業開發動後，包含學校天然燃料等，茶頭村最多人口超過2000隻，本來為個人運量維持咧東衝一段時間。相對半世紀之前嘅河港景，呢下萬榮站變做一隻3.4站，雖然冇睇咧鬧人嘅人群，不過點前嘅路街撈示範。日本這地方多了一份繁花落盡嘅美感。喺一路過向南邊，呢隻距離發電車頭90.9公里，算係客家鄉富里嘅火車頭東竹站，也係前聲音嘅四站。加站中站逢人員總共60，也算3站嘅東竹站。呢下當日買票收入冇到4000元，完全係了錢。不過看一下車頭前一隻派 QQ 嘅路街，就得想象，這兩是因為出產中國嘅東竹站，其實也是風行過。台九線芒通架一個有竹田、信興、羅山、崙田、古鳳一。按到澤村莊，全部伫咧出入啦。就靠咧鐵路嘅交通來做生意呢啦。學生嘅讀書因為靠呢啲鐵路嘅車頭來做玉里，係上去讀書嘅啦。
按到轨路嘅射站，按到声音风清，渐渐嘅发动铁塔，就土里应该写到游客。不过不论系疗日也系偏冲日，看下呢度热台喊个叉头，除了当地民众差唔多冇乜嘅游客，相对西浦美丽新鲜，新疆内湾甚至屏东昨天叉头，风景很啊丰富嘅呢位，做乜嘅会按样冷少少，按样冇观光气氛。提放上特色特色摸走出来，嘛就影响啦。凤林的特色啊，摸走出来，一定冇法度吸引观光客落来。冇特色冇辦法寫到人客，天然也像每對叉頭順頭消費，呢度市站上嘅發展理由，講實在有啲辛苦。雖然台鐵發動火車頭，都會讓台里社來做外表也係熱台，不過冇結合地方文化，從然就係本遊客冇乜嘅興趣。所以呢今年開始，包含客家台前鳳林也開始積極改變。鳳林邊客家前，就不如下火車頭，或者火車嘅布置，用客家嘅元素來帶落來，來給布置起來，那個包含中山路，用客家特色來包裝起來，一個特色以後，咱就發做吸引外地觀光來啊。希望用客家特色包裝老火車頭，聽人本遊客停下來聊，係呢下發動鐵路國站最想嘅實現嘅夢。從水妹赴宴叉頭頭前，呢條點麼動作，用咖啡色看板做出來嘅時尚片，就係希望將人呢度用特產，甚至用現代有嘅文化寫來外來遊客。我哋都留水保機啦，拖到啲經費來，做公園啦，還有咧叉頭頭前嘅形象商圈，另外呢，還有我哋叉頭邊順嘅嗰種一隻嘅長明文化館，然後我哋咧以前就先人所打拼留下來嘅啲東西，同保存，同外地人來呢把呢種呢來敷衍，來觀光以外呢，還做嚟看呢條地標當潛入嘅東西啊。很多的這些小站呢，其實基本上都已經是歷史建物了啊。那它在這麼多年的歲月裡面啊，都已經培養出它自己獨有的那個風味出來哈。那很能夠結合在地的那個人文的氣息。那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，我們要去做的，反而是把它稍加這個整理啊，稍加整理。那只要能夠凸顯它的特色出來就好了。不論推動也發展，將國企嘅聲音市站，是係價值發展國家獨好嘅消費場所。火車頭大通觀光、大通商機，絕對對大家都好。畢竟對好賣又有歷史嘅東台灣，前到車頭都當有魅力，對旅遊技術上絕對唔輸西浦。從到市場強用河米出名嘅推動觀賞，日本式老車頭就係一隻特色。在觀賞火車頭嘅熱台，韓國來摸到50公尺為數，我哋下起嘅為數。倆搶嘅小嘅做嘅，韓國旺旺嘅出門都係跳擺正經嘅老火車頭。你哋日本時台留下來，到呢一下是空空，變到本人參觀，你哋聊係隻車頭。羅占峰總講出冇多。不過，也加是面嘅火車頭，還係做得前有價值。從事翻花嘅推動市站水貨，雖然早已經係無人招呼站，不過一下悠悠咧冇強容風情。頭擺是咱們老年是前當年伫呢位上下車嘅水貨站，經過加是面以後，雖然呢下車站已經變做一隻故事冇乜嘅人客，甚至變做無人裝嘅招呼站停停。不過對地方人士嘅3萬以從以下，呢下不論地輩嘅錄像片，也係腦背看到嘅客家發布現象，都為了這市站增加了程度公共價值。因為人口外流嚴重，運用通宵變身招呼站，差唔多為放體嘅水貨站，殺到地方鄉親強下停燒下，將外觀用發布佈置，將車頭地圖用烏拍錄像片呈現，凸顯兩位嘅人文歷史。雖然冇辦法重現風化，不過也發落嚟天天的沒落嘅西裝頭。主要嘅都係
老你透过手机嘅杀去嘅录相片哈，拿来了插条布置，顺沙老的插条美化，老你透过历史借着这个场所，一起表现出来。乡亲嘅用心，除了外表，细细嘅水火站虽然仍然是听九标去检查，不过安样用相片显示天嘅差标事件，还有火车差线，实在系使用有贴片，对社区民众也系观光客来讲，都系非常有意思嘅体验。慈强河东家通过天涯，龙龙滚向冉冉航起。铁头米最后之一嘅三里站，除了两片东江嘅建设，叉头等背嘅观景台，也系为了本地客做得了。陪过嘅发动四站，上系创造观光商机嘅心越看越低。不过除了硬体，入閘了鄉親，還有一道期待。游轮式列车做得伊个天气的时间下来啦，唔免讲一年都差不多3-400有个太佛通啦。那对于你地方的帮忙，唔做唔得讲无啦，咩油，但是有下欠到的啦，欠缺啦希望讲迄油做得来，一年至少下来100-200。觉得火车站可以设置一个，比如说观光导览，可它是全方位性的，不是说固定的景点。那这个全方位性包含地区性，很多的资讯都可以公开化、更透明，让业者有更多丰富的旅游资讯。不论係連接叉條嘅旅遊資訊，也係觀光列車天嘅方式，民眾都希望改變現狀，創造地方產業發展。不過，按到叉條，按到向前，經費咁做的負擔。西部的建设有2条高速公路，有高铁啊。那东部就是这么一条，这个台北到台东的这样的火车啊。那这个火车其实是肩负着运输，肩负着发展观光旅游，肩负着很多这个民众这个出入的这样的一个动线啊。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我觉得需要更多的资源投注到这边来。用改錯轨路特色設站，配合安正嘅中國風光，提高東台灣嘅觀光產業。相信唔單止兩位嘅鄉親，前度遊客也應該當期待。